来是华视好新闻，好心的新闻。来看新北市永和有一间咖喱店，头家讲，伊过去的生活真艰难，即摆有能力了，所以每个月拢提供100份免钱的爱心的太阳餐。日前收到一个A 到耳仔阁无听到的人士写一张的字条，讲伊2个囡仔无食饭，想要摕2份的太阳餐。这头家真大心，注意到这个爸爸无甲家己算在内，怎互伊3份的餐，阁送伊水果甲油饭。头家善心甲体贴，互真侪人感动。金色咖喱用鼎位甲交色，蓝伫咧滚两厅。新北市永和这间咖喱店，平常时拢会提供爱心餐，渐渐就拄着人客会一张纸条画。一个无法度讲话爸爸说，请问敢会当互我2份太阳餐？因为我2个囡仔拢无通吃，嘛惊麻烦着店家，就无讨家己的餐点，甘愿摇巴肚。头家看到，随个加送1份餐，阁有果子含油饭。写给他说，请问你爸爸你不用吃吗？后来爸爸就这样说，不要，我说没有关系，他就一直跟我不要，我说没有关系，我还是做上面给他了，他一直跟我说谢谢，纸条上又给我写谢谢。温暖的故事公开了后，成超过20万的网友来称赞，嘛拢来遮留会，多谢恁无私的付出，台湾的受人精批，好心又好报。来领的人几乎有老人家，也有年轻人，也有中年人，中年人是说。他弟弟跟他经济状况比较不好，希望我们可以帮他。两家店加起来有100多份，1个月，对啊。39岁陈老板9年前为路边摊起家，本正伫路边洗碗盘，到即马开2间店面。因为爸爸艰苦过，所以会想要甲人斗相共。即马做太阳餐已经5年，头家嘛讲，未来会将这份分享继续传送落去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